错的。他们为什么要亲嘴呢？因为这个是提高免疫力。学费了没有？是提高妹猪的免疫力。妈妈的唾液里面有那个消化酶，像我们人类的唾液里面有那个唾液蛋白酶一样的。我现唾液淀粉酶。但是没有云台的比我稳定。哇，真的吗？你要不要练一下？每天做50个俯卧撑就行了。我信了你个屁！对，淀粉酶。你明明是用手抵着那嘴吻。情侶是交換大腸桿菌。咁快嘅今日。